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你过来创啥？我摕这来互你，这是啥？你看就知。为什么单甲所有的地契拢在你遮？是阿福买的啦。阿福啊！是啦，伊本来嘛有想要买大厦厝，也毋过啥？是毋是阁想出啥物阁较long道的手段要来对付我？毋是啦，你误会阿福的意思。阿福啊，伊会买这土地吼，是无愿意讲单家土地落在别人的手头。啊，伊想讲要买大厦厝，嘛是无希望恁流浪街头，希望讲会当买这间大厦厝，互恁继续踮遮住啊。是安怎即届无买？我都万一骹步，互别人买去啊。伊在买这个地契的时阵，都买万一骹步，为什么买大厦厝的时阵，就要万一骹步哈？讲袂出来吼。我就知，伊是顺心哦，要来甲我报复的。你哪有这款想法啊？敢毋是咧？伊甲单甲所有的土地拢买去，互阮无法度生活。伊挑故意歪买大厦厝，互阮无所在通住。即摆都加好心，叫你甲所有的地契摕来还我，伊毋是甲我糟蹋，啊你是啥？小丽，你误会啊啦！阮是全心全意要甲你斗相共的呢。我甲你讲，就算哦，我要做乞食吼，我嘛不会接受你的帮助啦，退去啊！志良，咱入来，免得要人同情，互人可怜啊！规日吼，伊即摆伫医院内底吼，嘛是敢若会当做福建的工课啦。如果恁家属若坚持要甲带转去吼，阮嘛是无啥物意见啦。也毋过要定时吼，带伊转来做检查。上重要的是伫厝里吼，即个福建的工课袂使停。是主任，主任真歹势吼，即几工阮老爸伊的医药费，哦，医药费已经有人替伊拿去啊。拿去啊？是啥？哦，这阮无了解呢。迄个护士小姐，陈建超的出院的手续吼，替伊办办的。好。多谢主任，多谢主任。志良，安那会甲你一个人尔？伊咧？啊，你讲美观啊？人嘛有伊家己的代志啊，免哪有可能一天干毋伫遮陪阿爸啦？是啊，伊是无可能一天干毋得才陪阿爸，按估伊有可能一天干毋得才陪你啊。好啦好啦，我袂甲你讲遮济啦。志良，来，甲我透相共，甲阿爸变食新的。免啦，阿母叫我来带阿爸出院啦。出院？但阿爸，你是要安怎出院啦？阿母讲，咱家己有能力通好照顾阿爸，毋免伫遮互人同情甲可怜。阿爸，咱来转。阿母，是安怎要甲阿爸接转来？咱就要搬出去啊！我想要带恁阿爸转来看这间厝，若无以后想要看嘛无机会啊啦。志忠啊，你入去房间哦，甲物件收收的啦。阿母，咱要搬出去，咱是要住倒啦？我嘛毋知影，唔知影。咱兜哦已经无钱啊啦，会当住倒啊。这边哪会用一啦？咱至少嘛要有大个所在啊！我今晚来外口找厝。陈建昌啊，你目睭吼闭好紧，好好啊看。
咱家大遐厝吼，总算是互你毁掉啊啦！你看好详细，较等下吼，我才带你来看你的厨房。迄间房间哦，是你上爱住的，你一定想要看到无？我袂吵你啊！喂，嘿，我就是。好，我是啦。阿姨，我出来者有代志啦，恁先食免等我哈。你关，你关啊！食饱才出去啦。等我啦，先食。我这个查某囡仔最近唔知咧无影响的，从透早到暗拢无看到人。阿好兄，啊，阮也无转来啊。也袂啦。阮阿母是安怎？咱去蛋壳去遐久啦。阿好兄，你将辛苦赚来钱，摕去买蛋甲的土地，即摆佫将蛋甲的土地还互因蛋甲。我实在哦，毋知要安怎甲你说多谢。我总袂用你目睭金金，看建昌的一家人伫外口咧流浪。阿母，啊你第二日佫摕倒转来啦？我去互赶出来啦。是小丁唔肯接受。淑珍的个性真倔强，这我知影。我是想讲到这款地步，伊应该会较落软才对。想袂到讲还阁是同款，怀疑心带足重的，在怀疑讲是毋是你咧甲陷害，是毋是你伫咧甲报复？唉，我实在真想袂晓的，是安怎淑珍有这款想法？就算讲伊无替建昌想，无嘛着替迄两个囡仔想。诶，恁敢知影？志玲吼，逐工在病院的照顾建昌，志忠吼在厝的陪伴淑珍。这两个囡仔为着是大人，安尼书也无法度好好啊读，工课嘛无法度通好去做。我看咧生活来吼，实在感觉足艰苦的艰苦啦。我看安尼啦，规气我搬来甲因住，安尼会当照顾建昌，嘛会当照顾迄两个囡仔。阿母啊，袂用你啦，等你遐做下啊，袂用你啦。阿母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会想尽办法哦，委托人甲安搭好啦，哦。那大遐厝都已经卖人啊，后摆因要搬去倒位住都唔知，你是要哪甲安搭啦？啊无我规矩买一间厝安住啊。啊你买厝互因住，伊会接受心啦？假使若会接受吼，这地块伊就会接受啊。阿母啊，啊无是要叫我安怎啦？我安尼做也唔得，安尼做也唔得，是淑珍啊，家己家长照我度，我哪有法度啦？哎，啊听你讲话这款口气，袂输到这阵你还搁咧挽回淑珍。阿母啊，哪有啦？哈，好啦，我拢不爱读啊。阿好兄，阿好兄，阿姨呀，恁两个唔通冤家啦！我知你拢是为着蛋糕好，大家较冷静的，咱想一个办法，看是要安怎才能帮助因蛋糕，好不？哎呀，阿好兄啊，莫安尼啦，去甲伊会室的啦，去啊！阿母啊，拄则哦，是我讲的口气较歹啦，是的啦，哦。阿母啊，阿母啊！
虽然我免代表陈家，也毋过上起码，我用代替我的囝，甲你说多谢。为你伤心啊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声。这个有几若间？照5间，咱即摆随来找。多谢。安怎？租金伤悬啦，过来别间看卖。租金伤贵啊！押金伤贵，要3个月。志玲，莫烦恼啦。啊无，咱下暝搁来别个所在试看卖啊，好无？李官，你叫我要哪会用无烦恼？明仔载，就是明仔载啊！我若找无着厝，你叫我厝内人是要住倒？李官，歹势啦，是我伤着急。你出来陪我找遮尔久，我又搁对你大细声，你唔通见怪。不要紧啊，是我家己欢喜甘愿陪你吃来吃去的，我袂怪。李官，你唔通安尼讲。我出来找厝的时阵，心肝内就一直想着你，我敢若希望你会当陪伫我的身躯边，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。在你上需要人陪伴的时阵，你头一个就想着我应该欢喜才对啊，我要哪会生气啦？对啦，咱即摆过来找好无？建昌啊，这间厨房哦，是你上爱住的所在啦。永暗，你嘛是共款住咧遮。你好好啊珍惜住咧遮的最后一晚。今日吼，我嘛共款住在我的房间啦，才着留互你甲伊啊。大遐厝啊，大遐厝，为明仔载开始，恁着要换主人啊。30几年啊，我住伫这间厝已经30几年啊。明仔载，阮着要离开啊！我实在足唔甘的。其实吼，我有啥物好唔甘的啦？
伫咧我住伫即间厝的日子内底，除了冤家、折磨、怨恨、艰苦以外，还佫有啥物？为着即间厝，我毋知流偌济目屎。今仔日哦，我颠倒流袂出目屎啊！我的心已经死啊！离开这间厝嘛好啦，嘛好啦。明仔载就要离开这间大厦厝啊！这个所在我已经住20几年啊！我足想要甲伊画落来，当作是一个纪念。啊，毋过是安怎我连一笔都无法度通要画出来？敢讲我对这间大厦厝一点仔感情都无？阿母，下了收好。咱来走。为你伤心，等你每一日，等你回阮声。写予你的这张批信，是阮暗暝的心。用着阮真心写出每一字，希望你看见。敢是你袂记将伊来拆开？你敢知影迄张批信写一个暗暝？等你来，等你每一日。等你回阮消息。阿母，莫艰苦啊，咱行。阿母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去甲咱大厦厝要得转来。阿母，咱行。用着阮真心写出每一字，希望你看见。敢是你袂记将伊来拆开？你敢知影迄张批信？喂，啥？因搬走啊？雨水拍窗滴滴。